45歲嘅我發現其實冇乜人想聽你講啲咩大道理嘅，即係無論喺職場啊定係你最親密嘅伴侶嘅關係，你講道理嘅話呢，通常係關係破裂嘅開始。咁我最近都睇咗一本書，本書呢叫做《愛的5種語言》。咁裏邊講到，大部分人嘅悲劇呢，都係在於我哋永遠都係用自己中意嘅方式去愛對方，而唔係用對方需要嘅方式而係愛佢。你給予嘅係對方係唔需要嘅，對方渴望嘅，你以為係微不足道，結果你嘅愛呢，全部對方都係完全感受唔到。呢本書講到，佢係要運用好呢5種嘅對方認為愛嘅語言，就可以令到對方感受到你嘅愛。第一點，肯定嘅語言，講一啲讚美、鼓勵、感恩對方嘅一啲說話。而第二點呢，就係精心時刻，意思即係話暫時放低你手上面一啲嘅煩事，將對方視為你唯一嘅焦點，透過專注陪伴同埋深度嘅交流，建立一個高質量嘅共鳴同一個連結。第三呢，就係叫做服務行動啦，即係話將你嘅愛轉為一啲具體幫助對方嘅一啲行動。透過主動分擔一啲嘅瑣事，解決一啲嘅困難，或者承擔一啲嘅責任，以一個實際嘅行動回應對方嘅需求。而第四點呢，就係贈送禮物啦，就係將一啲無形嘅愛去具體化出嚟啦。禮物嘅價值係唔在於價格嘅高低，而係在於佢展示咗你對對方嘅需求嘅高度關注，即係話我心裏邊有你嗰種具體嘅證明。第5點呢，就係身體接觸啦，即係話透過擁抱、拖手、搭膊頭，甚至乎係做愛，呢一啲嘅肢體語言，直接傳遞一種叫做安全感、親密感同埋一種歸屬感。只要學識咗呢5種語言，你就可以將對方嘅愛箱去到填滿。當大家嘅愛箱都互相去填滿嘅時候，大家就願意為對方去到改變。其實愛唔係單靠要犧牲自己去感動對方，係要互相大家去到理解、去到經營。如果你都覺得你同你嘅另一半溝通唔到嘅話，留言愛，我將呢本書點樣去創造一個完美兩性溝通嘅精華去發俾你。